新车市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45269例本土病例，有57个人死亡，186例中重症。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一个才10岁的查甫囡仔。另外，指挥中心嘛会考虑讲，10月份以后检疫有机会当改做0+7。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 今天新增的病例数是45269例，境外又有201例，那死亡个案57例。新增57例的死亡个案，年龄是从90多岁到10多岁，10岁的男童住院当中不幸因为病况恶化的关系，于9月11号的时候过世。死因主要是有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以及本身的这个先天免疫不全的一个状况。 这是今天这个最小的一个个案。另外，在儿童的重症的部分，有新增2例的 MIS-C 以及1例的笑吼的病症哈。2例的 MIS-C 的这个个案都是1岁的男童。那第一位的话，他是在9月9号有发烧、流鼻水、咳嗽、腹泻、呕吐的症状，目前仍然在一般病房住院中。 第二位1岁男童是9月4号开始有发烧、腹泻和皮疹的症状，也是在一般病房当中住院。 那另外一位是比较严重的，这个是3岁男童，被家长发现说有呼吸杂音、呼吸困难的一些情形。那目前是仍然在交病房当中使用这个高流量氧气鼻管，在进行这个治疗。 来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今仔通过外界正关心的台湾政策法案，率来会交予参议院审理。有部分争议的条文是有做修正，其中包括驻美代表处的改名，后来的只是提出建议。外交部嘛强调讲会继续关心后续的进度，嘛甲美国国会继续保持沟通。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伫美国时间14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正受注意的台湾政策法案，将来将会送到参议全院审议。这部法案被看作是1979年以来上全面重整美国对待政策的法案。提案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兹认为，这能强化对台湾的安全援助，加强对中国的威胁，也未改变美国的对待政策。 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to Taiwan as it exists today, but it gives greater clarity about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Taiwan. 外交部将持续关注台湾政策法案的后续进展，并且将与美国国会以及行政部门维持紧密的沟通，期待在这本届美国国会的有限会期中，能够促成这项立法。伫进前，北京传出讲对台湾政策法案的部分内容会担心。 有几多位民主党议员也投反对票，所以象征性条文有所做调整。加驻美国代表处改名，也有 AIT 处长任命需要国会同意，即款是改做建议性质。但是，和台湾非北约盟友地位，也有提供台湾军事用资是无改变。所以目前来说，它的版本是把一些地方稍微用比较模糊的方法去处理它。 但是这个整个立法过程目前才刚刚开始，因为也要看众议院的版本如何。另外，串联差不多30个国家的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名，伫华府举行峰会，并且发公布，强调各国甲台湾的关系毋是中国讲就准算，将会推动增加甲台湾国会议员互访，捍卫台海和平。咱外交部对此是表示感谢。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择，媒体人就要靠要爱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的爸爸蒋浩炎管好后生，无伊特别公开蒋浩炎的丑闻。蒋万安是回应表示讲，这拢是20多年前的代志咯。伊相信台北市民的水准是真高，未受到影响。即马那也又个点名卫生福利部部长试水员、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去年有考劝工商界莫家己去买疫苗。也毋过，陈市长是强调讲，因绝对无动民间去买疫苗。手南做会，民众日前画一个花啊！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展现亲和力，针对媒体人就入口放话，白白行伊的老爸蒋浩炎当年的见笑台。蒋万安表示，这拢是20几年前的代志，相信台北市民的智慧水准真高，未受影响。那边也继续免讲疫苗采购争议，蒋万安阁强调，会甲主席徛做伙。陈时中要选择跟谁站在一起，这是他的决定，但我选择跟慈济还有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我不怕那些恐吓
抹黑、抹红或抹黄。活动中，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透早面册个发文批评选举将主席为全台湾救命恩人，请做中共同路人。蔡国疫苗争议选战拼场，那也也搁点名为副部长试水员、行政院副院长沈正珍，去年捌感谢抗体工商界蔡国疫苗。执政党不会去挡疫苗，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纵使政务人员要去挡疫苗，事务体系也不会同意这样的事情。把政府这样全心全力为人民来采购疫苗，保护人民健康，形容成谋财害命，这个是有点过度了。陈市长阁严正反驳党疫苗讲法，那也是进一步要求行政院公开会室里，啊若无排除会反对总一巡。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之前提名谢福洪参选苗栗县长，现任的国民党的议长郑东引嘛登记参选。当党中央暂时决定讲要开除郑东引的党籍，今仔郑东引的竞选总部嘛去苗栗地检署对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提出告诉。苗栗县长参选人郑东引则是获国民党开除党籍。15透早，伊的竞选团队甲律师去到苗栗地检署，要告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挑工要害人无当选，佮有诽谤的罪嫌，嘛提出诉讼，要确认郑东引中国国民党员的资格。选举才刚开始，就开始对议长进行莫须有的指控抹黑，因此我们今天请律师向法院提出确认中东锦之中国国民党的党员资格诉讼，并且对黄建庭先生提出告诉，进而捍卫中议长的声誉。国民党的这个秘书长黄建庭在受访问的时候说，他有这个防弹背心换了好几件这个部分。那我想这个部分是在暗指议长是属于黑道，对他提出这个意图使人不当选及这个加重诽谤的告诉。郑东引的总部认为黄建庭涉嫌诬陷抹黑，请伊提出证据或者是会实的，不过拢无得到回应，显就是挑工要影响选举，所以干那会当提告捍卫名声。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党员就亲像一口罩，袂想要开除啥人，不过为着团结胜选，就要维护党纪党纲。我看到他提告了，我再回应啊。国民党苗栗县长征调无顺利，本地安排人选立委徐志英推迟，后来改提名谢福洪，却引起共党的苗栗县议长郑东引不满，即马阁要告党内秘书长，刷落来政治效应，外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随着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佮有台海局势影响，台北市长郭文地成立台北市全民国防教育训练中心，今仔早起开幕，会要求市政府人员拢爱参加6点钟的全民国防的课程。也毋过有议员是批评郭文地任内佮提减民防相关的预算，成立这个训练中心是做表面功夫尔尔。台北市长郭文体15亲身揭牌，宣布台北市全民国防教育训练中心正式启用。受俄乌战争影响加台海情势紧张，郭文体下令市府人员拢要参加6点钟的全民国防课程，建立全民国防思维，强化防卫动员力量。正式阶段维持市府正常运作。郭文体指出，都是平常时甲战时转换，启用训练中心，就是象征下出全民准备的第一步。课程啦，教材啦，还有一点呢，我每次讲由内而外，由公而私，就是说一定要一些公务员先任务编组，那要排班上课。那最后我们要成立一个叫平战转换的一个办公室。许多以上是战争的首要目标，也是战争成败关键。郭文体表示，透过训练强化公务机关应变能力，也甲军方合作。不过有议员反复来批评郭文体伫民防顶悬无成绩，佮删减相关的预算。每一位民防队员一年训练费只有250。这期训练中心只是空壳。另外，民进党副秘书长林慧环批评郭文体保台无需要空中的言论是失败之举。第一，这个教育中心它没有新的编制；第二，它没有新的业务；第三，它的预算在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底下，今年柯文哲还删除了100多万元的预算。那些喊口号的人，我都要问他说：你们做了什么准备，做了什么努力？
像我们这一种每天被抹红，我们才是真正的有在做实际的准备。国内聚焦防卫意识，重重视继续伫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共计14超过海峡中线。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同一天也出强南的动向。共军驱逐舰伫宫古岛附近海峡航行，共军的行动造成区域局势紧张。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义去美国，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展开会谈，除了谴责中共带着飞弹落伫日本专属经济区，双方也聚焦两岸问题，佮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民众，昨予警察开一张900块的罚单，也毋过伊刷伫网络顶头铺文讲，是一直拜托警察，讲伊是对庄卡来的，本地超载4万块罚单，才变做是900块。真侪网友就质疑讲，警察放水。今仔早起，警察嘛出面说明讲，这台车其实并无超载。民众嘛承认讲是家己黑白编故事，也毋过因为影响到警察的形象，伊嘛予以妨害名誉送地检署侦办。这台蓝马空车因为停路口超线，互警察查了开单，但罚单煞叫司机搭伫面册顶头，就讲惊一个检缴会假，讲警察本来是要罚超载，落尾甲央求罚单对原本超载罚4万，变做无收交通定费900块，现就省39100块。这篇文章互人伫网络一直分享，警方也互人质疑是调工放目。那目测因为该车无明显的超载违规事实且轮胎并未深陷随意违规事实，是超越停止线予以告发。互人质疑的派出所嘛，赶紧赔清，讲迄日当事人超线查落了，第一时间就判定伊无超当。也若这个司机乱刊文，佮甲罚单、警察的名即规拢打起哩，已经影响到警方形象，以妨害名誉的罪嫌，函送侦办。网络的物件，阮这就是放大，有的人会信就信，唔信就准如说啊。你既然敢讲，就是爱敢打对唔对？因为咱有偌济话，就是讲偌济代志。警方表示，当事人虽然有讲这篇文章是要挑工闹大，无影事实的言论，是单纯想要刺激网络声量，毋过嘛已经犯法，也提醒民众，就算会当唱名刊文，一旦牵涉到诽谤、侮辱，也是拗曲事实，网络警察拢有在调查到，民众伫网络刊文都要更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边境防疫大头的放零落，桃园机场传出讲，不管是检验还是等要坐防疫客停车，拢爱排队等真久。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得爱针对尖峰时段的航班来做总量的管制哦。也毋过，互旅游业者是真不满，讲即马国际边境管制已经拢会放零落，政府阁要求航空公司爱管控人数，真正是真无道理。因为边境的检疫措施有豆豆放零，最近桃园机场的人数加真侪，之前还有传出讲真侪旅客因咧排队受检，甲规个航厦安尼塞甲吵。要坐防疫客停车的人嘛是排甲落长。民航局有发函讲，要求航空公司都爱伫咧尖峰时间做管制，下晡3点到暗时7点59分袂当增加班次。没有开放那么多机位，如果没有订到就是回不来。对。基本上是这样，希望可以回来啦，因为每个人都想家嘛。民航局管控尖峰航班，旅游业者感觉真不满，认为讲爱伫国际上会互人笑。用航班来去做一个就是线索，旅游业者看来这是一个头痛医脚的问题。其实最根源的方式是如何增加它的服务量能。根据移民署的统计，从6月15放零边境的检疫措施以来，逐天入境的人数对进前的1900人增加到5000人，平均测一天佫增加3100人。伫防疫客停车这部分，除了讲机场原本557台，尾手嘛佫增加580台来支援。我们都会预先部署了，像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的人潮的时候，我们都会预先把他们叫进来，然后看他的人数的我们有1、2、3、4区。桃机公司回应讲，除了会甲这个行搭动线甲安排较顺的提悬防疫车队的能量，另外嘛开放亲友来接机，旅客伊家己赛车来防疫旅社，通来缩短这个旅客因等待的时间。另外嘛请民航局协调航空公司来掌控尖峰时段的航班，通避免伫同一个时段内底有过侪旅客溢入来。随后嘛来观察旅运的趋势和入境的检疫措施，通来做调整甲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
看台铁伫中秋节连假，因为信号异常并高道无法度正常运作，3天拢有车班5点，佮赶紧甲退休的员工找倒来斗3天。台铁产业工会是表示讲，即卖因为台铁要公司化，内部真无安定，人嘛一直在走，因呼吁台铁应该要想办法来解决目前的困境。留才方案烂透，台铁人才走光。伫交通部门口批评台铁的人才流用方案，台铁产业工会15召开记者会，讲根据今年7月底的统计，台铁员工比去年同期减3%，而且根据其他公营企业的经验，未来公司化会阁有真侪人离职。因批评台铁前一阵仔提出全体起薪水2000块的方案，根本老人袂调。他在这一次提出这个留才方案，并没有很民主的跟我们基层协商。那我们可以光从他提出这个2000方案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并没有实际上去比较我们其他交通部下辖的，包含邮政或是港务等等，大家可以听到那个落差非常的大。另外，监察院伫13通过纠正台铁使用工田建设加网络行销费用的方式，工会批评台铁甲大部分的经费开伫网络宣传、工田建设相关的说真少，因要求这种代志以后袂使再发生。因为过往条目上都是说是重大工程或者是要做工程建设，还在台铁局的体制底下，他就把这样的工程款去乱做挪用，把它拿来做网宣的话，那员工当然会非常担心。我们会带回去研议的，谢谢。怎么研议啊？记者都在问了，不回答。对啊，要怎么研议？不敢面对工会，不敢面对民众啊！交通部顾家。交通部伫现场有派人接受陈情，但是并无讲会做什么款的改善，敢若表示会阁再研议。工会伫现场是表达真大的不满。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303大停电造成全台湾549万户停电台电今仔公布强化电网的计划，按算10档内底要投入5645亿，全面来提升全国电网的应变能力。这嘛是台电的单一电网上大规模的一改投资。那303事故是我们这一次最关心的一个事，我们设定了3个主要的面向，希望能够让台电的整个电网未来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因应冲击，然后恢复稳定运转的能力，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那整个工作就包括分散、包括强度、包括防卫这几个重要的工作。台电检讨失电的原因，因为电网上过集中，所以这个事件就会造成大范围的停电。所以未来会来增加电力配送的节点协助电网来分散风险，减少跨区供电，嘛来增减变电所等等的工程。台电是强调讲，目标就是希望长时间大规模的停电事故唔通再发生。再来看新北市警方，这个月初4查到一间地下教场，抓到10外跋筊的人甲工作人员，其中佫有一个是保育总队的警察，嘛怀疑讲伊就是负责人。保育总队强调讲，已经先记这警察一支大告，要求停职。但若检方的调查结果会过来严格处罚。警方拢门入来，撬客规个拢硬去，现场有10外人，当咧跋筊，拢用黑人讲爱拍落来。选伫个正闹热树林的博爱市场来遮做一个销售，民家厝外口还佫有监视器，掌控人员咧出入，想讲要来共暗看，不过早都有在地居民发现讲这无对同。他那个赌场很久了，他那个135这边，246那边呢。唔但有查到因咧跋筊，伫个嫌疑犯内底，还佫有警察因家己的人。警方最早发现讲，保一总队姓朱的警察，伊涉嫌开教场，怀疑伊就是负责人。伫8月初4的时阵熄点，还佫找人来斗3工，一直到9月初4，辖区的警察找上门，专案叫逼开。这边拢总有掠到超过10个撬客，还佫有工作人员。不过涉嫌的员警，伊无承认讲伊有参加经营，干那讲家己有去算，上尾还是互照跋筊罪甲移送，问了后以5万块交保。我们都一再3令5申对远景的一个风纪维护如果有异常，绝对要提出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理那必须要的时候要采取一个盯梢来防范他一个设法。
保育总队发表声明，讲对这个姓朱的员警已经甲记一大个，甲停职处分，随后会照检方调查的结果的情形，对较严来甲做追究伊的责任。警政署长嘛有因讲会加强训练，只是讲家己是警察，佫知法犯法来做歹驾驶，安尼互这个警察的纪律佫再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19要伫伦敦来举行国家丧礼，美国总统拜登翁某加全球500外元首政要拢会出席。女王的灵柩伫13嘛送到北京汉宫，则是移灵西敏厅，互民众来哀悼。有民众排队排12点钟，才见到女王的最后一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灵柩放伫英国王室古早的火炮车顶悬，豆豆离开北京汉宫。当地时间14日下晡，女王的灵柩驶灵到西敏厅。女王的4个囝儿逝世，国王查尔斯3世、安妮中公主、还有安德鲁王子、爱德华王子和威廉王储、哈利王子这些王室的成员，因缀伫个灵柩的后壁来陪伴女王。伦敦市中心的香槟边啊，人嘛是徛甲叉叉叉，要来送女王最后一程。 There was a real sense of people wanting to mark a moment in history, whether or not they, were huge fans, I guess, of the monarchy. There's a sense of this being a real historic moment. 女王的灵柩伫13用皇家的空军专机为苏格兰爱丁堡飞到伦敦，完成伊最后的一程飞行。差不多是3点钟的旅程，有超过500万的人来追踪，打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伫8月来访问台湾296万的纪录，创下历史的上悬。 简单的仪式了后，西敏厅对外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买当来遮吊唁女王。一天开放23小时，拢总开放4天5暝，一直到19国葬迄天的早起。 No, never. First time, but I think we both felt like it was exactly where we wanted to be today.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me. I've had the Queen in my life. She's been immortal, I think, and it's hard to believe she's gone. And King. 因若19个国葬已经发出邀请函，有真侪国家的元首互要求讲唔通坐专机来遮，并且伫个当天嘛会来安排专门的马士来到现场。参加国葬的王室包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遮的，和女王有血亲关系的王室，特别是日本天皇，还有皇后雅子嘛会来参加。 这是因坐位了后头一遍来出访，显示讲两国的方式因的交情真深。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因翁仔姐，还有大英国协的元首、澳洲总理艾班尼斯、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这些拢总有500个国家元首和政要会做伙来参加。不二个俄罗斯、白俄罗斯因为因入侵乌克兰无受到邀请，另外缅甸、叙利亚、阿富汗嘛拢无甲邀请。 伫个19这天的国丧，包含麦当劳在内，有真侪间企业拢宣布要休困，也是讲延后开门的时间，安尼通互员工伫个这天会当和女王来相时。国王查尔斯3世嘛批准讲，这一日全国放假一天。公司新闻郑怡仁编译。 再来看巴基斯坦目前搁做大水，已经造成1481个人死亡，水搁还未退。巴基斯坦政府嘛提出警告，讲大水恐惊爱搁6个月才会退，后续嘛有可能会引起天狗热等传染疾病，互人真烦恼。 伫新竹省的这间病院，真侪囡仔因为肠胃炎、闹下大耳。这个咧困的查某囡仔输上诉医院喘得真厉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巴基斯坦经过历史上上严重的大水灾，超过300万的囡仔伫疾病、肚水、营养不良的风险当中，真需要人道救援。 जो बच्चे आ रहे हैं ना वो क्रिटिकली सिक कंडीशंस में आ रहे हैं सीवियर डिहाइड्रेशन हाई ग्रेड फीवर में आ रहे हैं क्योंकि ट्रांसपोर्ट बंद है तो जब हमारे यहाँ पहुँच रहे तो बच्चा काफ़ी 水车水也无清气，不过民众也无法度。根据巴基斯坦卫生官员发布一份报告，9月7日受灾上严重的新竹省通报超过9万个闹下病例，上在都市克拉茨医疗院所天狗热病例也增加真多，今年病例比去年悬出50%。为小用病生大的临时爆棚个较侪马拉利亚病例出现。 है उसमें मच्छर ग्रो कर रहा है
और वैसे भी सितंबर और अक्टूबर एक हमारा पीरियड होता है जिसके अंदर 巴基斯坦北部山区创纪录落雨甲冰山引起造成大水灾，道路、厝、农作物等拢被冲坏去。受灾上严重地区大水恐惊6个月才消退，高算也有3300万人受影响。目前高算损失超过300亿美金。官员进行针对国内81个灾区供应药品，加派医护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顶礼拜去巴基斯坦，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当时指出，巴基斯坦的碳排放量相对较低，不过依然承受气候变迁真大冲击。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昨表示讲，全球对抗疫情目前看起来是表现了上好的时阵，新的病例拢大大的减少了。虽然疫情佫还未完全冻点，也毋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伫要结束了。世界卫生组织用走马拉松来比喻人类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目前的情势，希望各国把握机会。We have never been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end the pandemic. We're not there yet, but the end is in sight. We can see the finish line. We are in a winning position. Now is the time to run harder and make sure we cross the line. 世卫则是发达分干部协助各国针对新冠病毒，抑个未来有大流行可能的疫情，采取必要措施并且强化，包括和各国的医疗体系工作人员，抑个老大人在内高风险族群，100%做疫苗，继续体检，抑个做病毒的基因定序。If we don't take this opportunity now, we run the risk of more variants, more deaths, more disruption, and more uncertainty. 新冠病毒疫情发生到这么2年外，在全世界造成650万人死亡，有超过6亿人感染。根据世卫统计，8月29到9月初是这礼拜所通报的确诊数，比前一礼拜减12%。顶一礼拜通报的病例数是2020年3月以来新低点。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过来新闻来看，第2线宜兰头城今仔早起有一台拖拉库，亲像恁啊勃起去弄到荷兰冰车，嘛险啊落伫铁基路顶头哦。这件意外嘛，互人想到去年的德鲁古号的事件。铁基路附近的预警系统哦，即马进度是安怎？又搁引起大众的关心。冰落去坎脚的连接车车头规拢坏去，路边的栅栏甲树啊拢会弄坏。上危险的是，离下骹铁基路只敢若10公尺，代替赶紧通知所有经过火车驾驶驶较慢的连接车的驾驶是家己走出来。伊讲是连啊破去失去控制才会并路。临近铁轨的那一部分那条路线，我们已经先预防性的就先封锁。现在通行的是靠海侧的那一边的路线。通过那个路段的时候，都是用慢行的方式。这件意外也让人想到控诉控制太多国号事件。交通部长王国材则是正伫咧花莲视察并高度自动监测系统，目前伫全国260个并高度拢有装，花莲有74个。平交道范围里面有大概超过30公分以上的这个障碍物的时候，它就会侦测得到。现场会广播，然后有列车防护的无线电，直接就通知到列车上面。不过，亲像石头落来，或者是其他物件入侵铁基路的周边预警系统，也搁伫咧装。那目前有总共28处哈，那逐渐也在完成。它主要是透过 AI 跟影像辨识，如果有落石的时候侦测到，它马上会通知司机员或是两边的站。这件连接车的意外，大致讲已经联络大型的吊车来了，应该伫下昼3点进前就能处理好势。连接车的驾驶经过纠测了，纠测值是0，几件代志并无人员伤亡。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有一台游览车伫180县道梅岭风景区的另外道路落入去山骹哦，有8人红送病院，加载着伤拢无介严重。另外伫高雄的桃园有一台旅行车落入去15公尺的山骹，车顶5个乘客，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这台修路车四连向天并伫咧草坡内面，车内物件也加规涂骹。高雄市桃园区公所伫咧莫拉克防灾了，有一辆违法管理的高速便道，本来只敢提供紧急情形公务车，一共当地农民农作使用。不过警消昨接到报案，讲有一台车跌落去15公尺7米山坎，赶紧派人去救。警方到场发现一部休旅车自农路沿山坡翻覆约15公尺至下方草地上，车上有5名女性，年纪皆约莫50岁许。
经查系为朋友关系，自市区前往藤枝地区访友。警消协调当地居民用水力怪手甲附近工程的鸟泽市河南山走落去救人，因为前座驾驶甲副驾驶拢被休的车外，当场无喘过心跳，送病了一个人死亡，一个人重伤，最后座3个人是轻伤，病院也说明重伤患者目前的情形。目前因为他来的时候血氧浓度比较低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帮他插胸管，甚至严重的我们可能会帮他插上那个气管内管，把它接上呼吸器。因为天气正好，车祸的原因也在调查。另外来看188线梅岭风景区另外道路，有一台游览车，敢若是失去控制，弄破路边的阿门头河拿，滑落去5公尺深的坎卡，车头规拢冒起。因为他上山的时候就有一点档有点打不进去。不是，下山的时候是完全踩空了，完全没有刹车了。台中的旅游团到台南梅岭耍一天，煞伫咧登记的半路拄着意外。好降在包括驾驶在内，车顶21个人，8个人送病治疗，验过拢无性命危险，是操作无顺利，也是车故障。警方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园林一间包装工厂，伫透早5点半发生火灾，2层楼的铁厝因为拢是放一寡包装的材料，火是烧甲真猛。消防队来拍火，点外钟才控制火势，加载是无人受伤，起火原因搁来调查。对角道者远远会当看到乌烟呛到半空中，消防人员赶到火灾现场，赶紧处水降温。厂房内底囤真侪高着火物件，火势真猛。消防人员除了拍火，也伫现场确认讲，敢有人掉伫内底。4工的负责人赶到现场，看到工厂被火烧了，看起来真艰苦。没有，不知道。对，所以你每次接获通知才过来。彰化县园林市元草路一间包装材料工厂，昨午清早5点半火烧，高烟呛到天顶，附近的居民拢惊甲精神。消防局出动23架消防车，50多名消防人员去抢救。不过因为工厂是铁厝，内底囤大量熬着火的物件，烧甲真正力，互救灾也变甲真困难。一来就是全面燃烧，然后这边没有人员受伤。那据那个业者表示，现场是没有在施工的。彰化县消防局表示，案算有超过300平方公尺互烧掉，火势伫透早7点外受到控制，目前搁咧监控。因为迄阵毋是上班的时间，无人掉伫内底，着火原因搁来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新寮，有一个72岁失智的阿嬷，伫顶礼拜5翘倒摆出门就失踪哦。5天后，伫13找到人，只是身体较虚，也毋过无啥物大问题。也毋过哦，这阿嬷登去处理，2天后就不幸过往了。监视器9号佫翕到老妇人骑车经过社区的影像，无偌久却失去消息。而这位失踪5天的老妇人，最后透过警方以及社区民众地方信用中心，无放弃的继续找，最后将伊伫咧天花板去用找到。当时身体无外伤，精神状况嘛佫袂歹。在出勤后20分钟内，就在集水溪堤岸发现端坐在水中，下半身浸在水中的陈姓失智长者。9号上午10点，72岁妇人对台南市新营区桥倒摆外出，经过客家区了是失去踪影，佫加上妇人有失智的状况，家属是赶紧报案。而这5天来，妇人就坐伫安溪港集水溪的溪床积水处，警方是研判伊靠着涂骹的积水啉水来支撑。那如果资讯不喝水，应该是没有几天的话就会死亡。那要看每个人体质、每个人状况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水的话，它是站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话，是很多一些讯息的传递啦，然后一些养分的输送的问题，所以缺乏水分的话，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坐椅受困，拢无食物件，但靠溪边的水溪积水为生。老妇人去互发现的时阵，虽然看起来无大碍，不过煞伫2天了后，伫困当中去互厝的人发现雄过身。医生也说可能是热衰竭，说不出原因，因为都很好啊，我们都还也不用送医院，都很好。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表扬警方跟那个庙公。虽然老妇人是雄过身，不过家属烧工真感受警方的协助，会当互阿嬷先顺利的返去厝。对此，医生嘛提醒，面对年岁较大的失智患者，家属就要付出更较多照顾甲同理心，正面看待失智长辈的感受，才会使减少失智意外发生。记者郑云南报道。
来看台北市东安街有一个空间趴园真久咯，最近伫里长甲民众做伙改造，变做是一个花园。也毋过今年国有财产局甲花园的地上权70档标出去，民众是真烦恼，讲公园内底有2丛100档的加冬树，敢会互建商撤掉，所以发起联署要求保留落来。伫即个空地仔顶面，双边有发2丛加冬树，在地居民甲民间团体做伙为2丛树仔绑黄丝带。因指出，2丛加冬树有100年的历史啊，希望各界会当以珍惜地上金圣母树的心情来替因保护因的树啊。那我们这边是台北城南非常重要的生活圈，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说可以让这片空地跟老树留下来，变成我们台北城南的金城武树呢？这个空地仔原底是拍远无人用，伫里办公室会争取，甲社区营造团体参与之下，改造做私落地花园，成做居民休闲的好所在。不过国有财产署伫5月份拍卖地上权70年，已经有建商标起啊，居民只好发起联署，希望保留这笪公有地甲顶面的树啊，而不要只是一味的就变成公产，然后换成现金。我想我们的国库应该没有这么穷，没有那么缺。目前2丛加冬树顶面有挂台北市受保护的树仔临时牌仔。台北市文化局表示，目前已经完成审查，正式的牌仔正在制作当中。未来建商若要开发，一定要提送树仔保护计划，经过树保委员会同意，相关的单位才会核发建造许可。建商一定要确认树仔未受到破坏，才会当开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外来种的青豆丁，因为伫台湾无田地，所以伫中华以南已经生态甲真严重咯。有民众即马嘛伫台中的汉溪去因咧散步的时阵，嘛去看到有2只青豆丁，所以可能已经嘛拖到中部咯。水利局是呼吁民众若是有看到，会当赶紧通报。摕出相片，一只青豆丁就藏伫溪岸边，爬起来哪早的脚凶神恶煞，袂输就要降价。伫台中大理汉溪溪边步道，不时都有民众来遮散步。最近所传出讲有人定定看到青豆丁伫遮咧踅，好在地有影是真惊吓。它真的看起来就很丑，我觉得是很那个比那种大蜥蜴还要可怕，太大只了，因为光看到那个头，你就会觉得我这个面目狰狞，真的太可怕了。所以那种心情真的是用大吃一惊来形容。在地这烦恼唔是无原因，因为青豆丁是外来种，伫台湾根本就无天敌，一体就当生超过20粒卵。若个继续放互伊伫野外大量生态，一旦互伊生环境，恐惊日后就愈歹灭断根。他是爬树的高手而且他也是潜水的健将。实际上他不会主动的攻击人，但是因为他面目狰狞他会让民众看了就害怕而且这个是外来种，我还是建议农业局尽速把它移除了。如果民众有发现这外来种的猎猎区的话，可以打1999电话，那1999会通知我们相关的这些野生动物那个保育专家呢去捕抓处理。市府表示，台中市这4年来，逐年拢会当掠到大约40只的青豆丁，未来会阁派人去研发加强巡查，嘛呼吁民众，若看到青豆丁的时，会当紧敲1999电话通报，相关单位会紧派专家去现场猎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市的妈祖庙，12档一届的做节20开始信众会食菜3天，所以一寡餐厅店家会来提供素食。台东县的肉品市场嘛要停业6天所以有需要的餐厅甲家庭会当提前买起来囥。有130年历史的台东市天后宫庙埕造就主坛、玉凤坛已经搭好，陆续有民众来拜拜。今年是台东市天后宫每12年一摆造就祈福祭典，除了天后宫的主坛，伫市区甲市郊另外也设档的分坛，方便民众去拜拜祈福。配合造就活动，台东市为2到24食素3天，肉品市场也配合休困。不过休市期间多前后是肉品市场正常休困日有3天，所以肉品市场总共会休6天，为19休到24。不过已经提前加准备提供市场所需要的肉品。
都做些准备啊，那个大家都需要的啊。这个礼拜其实每天的那个屠宰量也都是上升了很多，所以如果像乡镇型，他们如果没有要配合这个建教的这个吃素的活动的话，那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固定的存货。台东市中央市场1礼拜二都无要卖肉，有民众已经开始提早来买，因配合接受部分主操的餐饮业者也准备休困，配合做招期货。我们就休息3天这样。各级的这些鱼类工会，他们都会配合，好，还有大型的卖场，乃至于地方的小吃店等等，大家都尽量会提供素食。台东市接受3天是自发的，游客到台东野寿餐厅会提供错的物件。台东市天后宫也为这9月开始举办后山妈祖文化节，提供游客了解台东市天后宫的历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生育率是真凄惨哦，最近一档的红婴仔已经突破16万人。民间团体今仔呼吁22县市的县市长参选人，要针对出世到12岁，提出完整的公共托育政策，唔通只会晓发补助年龄。像我自己的小孩，就是要进幼幼班的时候去抽，然后我们在抽签的时候，我的小孩就抽到备取72。本秀有囝知影公共托育真奥抽，几个民间团体提出0到12岁无中等的公共托育的诉求，呼吁各县市的首长参选人应该确定公共托育，莫定伫法要发津贴，就是安尼会当鼓励生育。我们不要再度踏上韩国的托育政策的路径，因为韩国是透过补助私幼或者是私托的方法，一来可能家长的满意度低，或者是教保人员的劳动条件差。民间团体表示，政府发育里津贴补助准公托，也是私立幼儿园，就亲像韩国私幼免学费的政策，但是品质管无，少子化问题也是无解决，所以因提出5项托育政策的建议，亲像囡仔0到2岁加挂送托率要提升到37%，嘛要扩充2到3岁托育服务，以义务公共化幼儿园为主，公私立幼儿园比例应该要调整至7:3，公立幼儿园课后留园就要100%，公立国小课后照顾班涵盖率应该要到30%。公幼才是能够符合家长，符合幼儿的成长自需的一个好的托育服务。可是呢，他就很老大心态啊，所以他们应该要改变啊。民间团体强调，台湾应该要参考国际，亲像瑞典，囡仔送托育免抽签等等，互少年人感觉有支持，才会愿意生养囡仔。希望县市首长通提出完善的托育政策，改变现状。记者丁亚布里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南投6个的活动中心哦，最近丁庄红变作是时代健身俱乐部。东华病院去向卫生福利部来申请健身器材，放伫活动中心，和时代来遮运动训练筋肉。第一号人员的辅助之下，阿嬷真认真的做筋肉训练。这是6个的健身俱乐部，有10多种器材会使用。时代希望讲会使愈练愈勇健。东华呢，为着咱社区的老人的健康吼，争取遮侪10多项的运动器材吼，互咱大家呢运动了真好，身体嘛日日健康，日日进步。这是阮6国老人上该福气的所在。我相信有这个器材以后，我们以后会很认真来这里运动。很感谢那东华医院哈很用心的哈像那我们卫福部申请这个健身器材给我们入股乡邻来方便健身。年岁大，才酸遐痛，较袂牵得受伤。东华病院特别向卫福部申请，伫6个的社区活动中心放健身的器材，透过运动来调整姿势，增加筋肉，互老人较有力去稳定规个身躯，也较袂跌倒发生意外。而且这挂器材也是特别为老人的身体设想所建的。肌少症对于长者的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包含肌力差，很容易造成跌倒，造成骨折。所以呢，我们特别挑的这个器材呢，把身上的上肢、下肢跟躯干都做训练，而且重点是特别挑选是液压式的器材因为在老人家不像年轻人可以使用杠片。从早开始运动训练筋肉，身体愈健康，四肢也愈有力，来延迟身躯退化的程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北主演台湾电视头一出连续剧《真真》，自深的演员刘英雄，伫这个月初八为着新冠肺炎，本地今仔会当解除隔离，无想到讲伫昨伫困梦中过身，才到85岁。国家电影中心的董事长丁人哦，拢写文章来怀念伊对台湾电视的贡献。王明珠。伫公司学生剧场的电视电影《带妈妈出去耍》，演失智的时代人的资深演员刘英雄，甲失智者的情形演甲真活，也互同款处境的观众心有所感。伊也因为这部片摕到第21届台北电影奖的最佳女主角。刘颖双小姐，你记得你从影50几年了，53，快一甲子嘞哈！哦，快一转眼。不过刘英雄伫咧初八确诊新冠肺炎。本来15月当解除隔离，但是却伫咧困梦中过身，享受85岁。1966年，刘英雄参加电影《几度夕阳红》开始了，主演过台湾电视史上第一部连续剧《真真》，伊的演技也互伊摕到台北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加女配角奖。我这一生当中，我扮演好像哪一个角色也没有扮演好过。那你这样说，会太谦虚。刘英雄伫咧去年得到淋巴癌，经过半年600年化疗，却伫咧确诊新冠肺炎了过身。包括知名影评人、国家电影甲视听中心的董事长蓝祖辉等人，拢发文甲伊悼念。同时，会后伫咧8月底打电话访问刘英雄，也个过去甲伊接触的点点滴滴。真感谢刘英雄，互伊及时记下台湾电视史的重要一页。记者综合报道。导演魏德胜之前公开募资，准备要翕台湾3部曲的电影，也毋过因为预算爱30亿，佮加上疫情，后来这个计划就暂停。即马要改用动画来呈现哦。第一出按算2025年会当完成。高雄电影节今年嘛展出台湾3部曲的特点，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电影对筹备、画庭到转型动画的过程。手批衫、传统破链顶形原出希腊雅族的清彩，顶是规个有手工精油的家私。电影台湾3部曲《未尽之路》展览，因应高雄电影节15号伫高雄博尔展出，壁顶一张一张工作的相片，互众人看到台湾3部曲对筹备、停拍到转型动画的历程。后来因为疫情，事实上改变了一些事情之后，这个事情我们都一直放在心里。我们就希望说，高雄电影节作为台湾的电影节，不是只是高雄的电影节的时候。台湾3部曲是最好我们的系列活动。台湾3部曲原本第一部主要场面《麻豆社战争》甲《掠落》是定伫高雄南青计划区造景来拍。2020年，魏德胜伫咧现场亲身说明场面规划，但相关计划却因为去年本土疫情爆发停止。你一开拍是聚集300-500人这样子，这么大规模的群聚，政府也是不可能开放让我们去执行这个东西。魏德胜为着这个电影募款超过1.2亿，但因为疫情影响，加上制作规模预算有关，成本估计超过30亿，只好改做动画。评估下来觉得可行，而且金流的部分又不用3部一起拍，它是可以一步一步来，然后金流的压力没有那么紧迫，然后整个预算就可以降低1半以上。电影进行做历史研究甲场景设计，互动画制作省了真侪功夫。魏德胜表示，动画缺点是角色的表现恐惊无演员遮尔有，但会透过演员实际演出配音等方式弥补。嘛希望准备伫2025年推出的第一部会使变做台湾动画电影的推手之一。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再来看南美洲国家委内瑞拉哦，虽然有生产石油，也毋过因为国营事业经营了失败，国家嘛长期欠油欠电哦，所以民众就拢爱家己想办法。最近伫都市内底都有出现袂少高尔夫车改的太阳能电动车，那么做伙来看卖。伫委内瑞拉第2大城马拉卡波的街仔头，看到几若台外形，敢若亲像伫拍高尔夫时伫球场坐的车。无唔对，这种车就是为高尔夫球车改良的太阳能电动车。Entonces, bueno, sin gasolina, buscamos el recurso del motor eléctrico a partir de un carrito de golf, lo adaptamos, lo mejoramos, le dimos mejor voltaje. 虽然用电池充电的电动车会当省去去加油站排队的麻烦，但是因为受到美国经济制裁，委内瑞拉嘛有电力不足的问题，3不5时拢会停电。所以奥古斯托就搁再改良，伫车的顶头装太阳能的棒仔，甲车变做太阳能电动车，
会当伫厝内充电，嘛会当伫室外利用日头来充电。奥古斯托相信，伫即马愈来愈重视环保的情形下，伊的这款太阳能电动车未来一定会愈来愈受到欢迎。记者甘延恩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